到底是安怎？你若临时无爱甲斗三工哈？反正你免问遮济啦，你用大财想就知啦。大？哼！嚣摆死死，你嚣摆啥个？唔斗三工就莫斗三工嘛，对无？我家己来去就会用你啊！我，伊是讲我家己大无武功啊，我要安怎去？啊哟，照阮车红顶出来参详看嘛，你就知啊。红顶诶，车红顶诶，安尼袂出来，奇怪，可能天气较寒，无温度的款。嘿。 哎呦呀！好啊啦，你是春班要甲女我扭皮是毋？是讲我若愈这是青红顶会出来尔，师傅你即摆换我愈这才会出来。迄就奇咯。哎呀，青红顶是我使，互你使用的呢。对啊。啊，你如意会出来，啊，我敢都袂够是毋？啊？主人啊，你若要叫人哦，就安尼轻轻啊扫一下就好啊。安尼用落的哦，实在哦，袂甲人拢会听嘞。啊，是啥物代志要找人啦？啊，煞毋知影，好，迄个大馆主因迄后生啊，足无意思的呢。人大馆主答应讲我要甲斗三共送迄宝物架，就互送迄老小姐去惊死吼。啊，因后生讲即摆临时反交警讲袂。奇怪呢，我都这么巧，我哪会收你这个徒弟啊，遮当风啊？你拢无目睭通好看心，你也无看见讲哦，你这回要压标银去京城，是要保护老姑娘去嫁予迄个相国因后生，对毋对？对。 大馆主因后生是咧爱老姑娘，伊即马都当咧心情歹，当咧失恋，伊哪肯甲你去啦？哇，师傅啊，安尼我要安怎？主人啊，等你饲咧烦恼啥哈？你毋通袂记住呢？你哦，有我甲阮师公伫哦，胜过千军万马。啊哟，哈，我讲才是煞巧袂记的。我甲你讲哦，都是记啊。你即回爱好好啊，甲伊压互伊。 到位，这回若压成功哦，后日啊，你就一官半一通啊做啊啦。真是了，哟，感谢师傅，感谢青红灯。英勇，你个代志讲互清楚嘛，莫安尼冤冤枉枉好无？有啥物冤冤枉啦？我是一个散无师呢，我无财产，逐项拢无呢。你若点这看我无起？英勇啊！ 讲话哪遮无礼貌啊！啊，这平常时是安怎教你？我心情艰苦啦，我。哎呀，代志已经到这个地步，减讲两句啊啦。好啦，我减讲两句啊。我车困了，拢莫起来，好无？会使买啦。英勇，哎呀，英勇，大伯，我听。 到底是安怎啦？为什么哦？英雄最近拢对我安尼冷冷淡淡，啊，佮讲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咧？关于这件代志，你哪遮敢无讲互你知影？无啊，阮阿爹是要甲我讲啥？大伯，你紧甲我讲好无？老小姐，你敢知影你阿爹是安怎要募集武林高手？伊讲是讲要互送宝物去相国，要毋过其实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你。保护我？ 为什么咧？是啦，是为着要保护你，因为你甲相国的后生啊有婚约伫，所以这回恁老爸啊要保护你上京去甲相国的后生完婚。我甲相国的后生有婚约，为什么我拢唔知影？阮阿爹哪拢无甲我讲咧？管唔管啦？我要嫁一个我无介意的人啊！老小姐，你拢唔知影哦？我唔知。你的心情哦，我是会当了解啦。要毋过。 父表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无顺从嘛袂用呀。我唔管啦，惠弟吼，我甲阿爷这件代志啊，我才无爱答应咧，我要转来甲我阿爹理论。无啦，小姐，对啊，啊，保底甲英雄因两个人相好，莫怪阮小妹伊会艰苦啊。啊，这种代志你嘛爱较早讲，我心肝有一个准备。千山我导航，不相送。大家，你等，坐。你等来上拄啊好。好。我拄啊要叫两人哦，甲你见面。你若看到这个人吼，绝对足欢喜的。啊，后迄个人我见到会足欢喜的人。大家，等下你看到伊厝，你就知影。哦，管家啊，哦，老爷，请两位出来。哦，是，来，两位小姐请，两位小姐请。哎呀，来啊！
哎呦，我就是什么人？当时啊，两位嫌冤，你是来这是要创啥货啦？哎呀，人迄是哦，管家接阮来遮呢。嘿啊嘿啊，搁传2间绣房哦，哦，我属是敢若有星级的饭店的了。啊，听你讲起来，煞袂输，敢若要永久住在遮啦。我这是什么人的主意啊？这？哎呀，你敢毋是讲哦，拜托陈阳丁哦，啊，甲老话讲叫阮接来遮吼，参你做伴啊？对啊。无啦，我是想讲恁两姊妹啊吼，啊常常关伫咧厝内面，袂输敢若古井水鸡咧。我是叫陈阳丁个斗3工，讲互恁两个来遮佚佗2工啊尔啦。莎莎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这个话吐出来，你做咩啊？遐去讲哈，叫来算念是叫来大，你讲啥话哈？你在讲啥？我留一点仔互我妹。你这够伤良心啊哈！你无良心，你做人啥物阿兄，干了家己享受尔。唔使，好啦，咱来转啦，今日就摆讲。等一下，向后转。安怎？阿兄拄则是甲恁滚笑的啦，交毋只呢，阿兄足徛呢，无要紧，从今以后，你要住在这楼家，看要住偌久就住偌久。这是你讲的哦，当然我无免叫你哦。哼，安尼要较差不多。救命！你若话你大吼，我足欢喜的。我会3日小，5日大，好好甲你招待。哎呦，唔免啦，讲咩啊？唔免啊，功夫啦，歹势你。讲咯呢，啊你伫厝毋是安尼拄想，日啊想暝啊想，啊人这么真正要互咱，你搁伫遐客气。是先安尼讲的啦。哦。嘿。喂，代志唔好啊？什么代志唔好？系啊，小姐要跳楼自杀啦！啊？